所以你只是凑巧买多了食材，又凑巧经过他家，所以才过来下厨的。怎么了？不像吗？我可是专门在国外考了厨师证，你也看见了，他也忙起来是个什么样。如果没人投喂啊，他会把吃饭这件事儿整个忘掉。这倒是。那么你呢？你不会只是来单纯的送文件这么简单吧？我是来追他的，俗称假公济私。你该不会就是那个上位的女助教？你知道我啊？这是活久见了，老纪这颗守身如玉的白菜，总算是这么着。妹子，咱俩加个微信，搞不好我可以见证历史。好，来，你扫我。好。来，我饿了。来，谢谢。这什么呀？简直就是诈骗级别的难吃！胡说八道！你看他不吃，好好的嘛。教授，喝这个。神奇吧？我跟你说，当他在看书的时候，你喂给他任何的东西，他都不会拒绝。当然，你在他旁边说话，他也完全听不见。所以你就给他喂狗粮是吧？过分！哎，别动别动，起跑起跑！不行，不能吃，会失忆的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从现在开始你被开除了，以后他的饮食由我负责。行，有魄力。既然你这么说，那在这个期间，他所有的饮食起居交给你了。少擅作主张。教授，你恢复正常了。他就来给我送文件的，跟我日常起居没有关系。不行，为了你的生命安全，我也得留在你身边。你要是哪天吃了要命的东西怎么办？还有七宝，对吧？老季，算我求求你了，你让我解脱吧，好不好？咱俩再这么着下去啊，季秋不知道写成什么样。随便吧。哦，他看起来也不是很难伺候啊。天真，再相处下去你就知道了，喂饱它只是最简单的环节。喝咖啡吗？